如果你諗住過埋個暑假咧，先至去諗下點樣打入學校市場咧，可能已經太遲啦。但係可能啫喎，唔一定嘅喎。聽我講埋先，我係做咗20年學校採購研究嘅 Ronnie，專門幫中小企拆解學校市場嘅潛規則，令到佢哋更加快、更加短嘅路線可以打入學校市場。香港嘅學校採購咧，其實係跟佢嘅學年去走嘅喎。每年9月份嘅開學嘅時候咧，其實學校喺暑假之前咧已經審批完成嘅咯喎。每年11月至5月係學校全年最關鍵嘅採購時間。點解啊？因為學校喺呢段時間咧就係要分配嘅預算點樣用，佢哋會喺呢個時間去揾供應商啦，去比較價錢啦，同埋去決定用邊間供應商。大部分咧6月至8月咧就係執行期，通常已經決定用邊間㗎啦。如果你呢個時間先至出去接標咧，其實呢啲標咧通常係冇乜人想接㗎，因為呢啲標通常係時間又短、價錢有限制，同埋可能係之前流標嘅項目。所以咧最關鍵嘅時間係而家，唔係話有時間先去部署，係你而家就要喺學校嘅採購部門裏邊出現啊。問題係你點樣出現啊？4月份咧，我會同個 webinar 專門拆解入學校市場嘅完整路線圖，帶你逐步拆解學校市場潛規則。有興趣撳下邊條 link 報名啦，名額只係得30個咋，先到先得，到時見啦，拜拜。